咱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，若是会做，无一定讲坐会就爱退休。劳动部的劳动发展署伫今年开始，因着伫粉甲南参便利超商合作，举办中高龄民众工课体验，希望互坐会人中高龄会当找到头路。伫超商内底体验做饮料、找包裹，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粉甲南分署今年开始甲超商合作，举办职业体验活动，互有年岁也是二度就业的民众会当先了解工课内容。我们举办这种不老店长的职场体验，还有招募的活动，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高龄者跟中高龄者能有机会进来体验职场。这款体验活动进前拢伫北部地区，这摆是头一摆伫粉甲南地区举办。就业中心表示，欠工的情况佫加上无景气，吸引一寡退休也是失业的人，佫出来找头路，家己关的需求嘛愈来愈多。其实说我退休了，我只是想要多陪家人，然后这个他也是有时间就可以做啊，也是就是很像服务客人这样子。即个就是消费站通知阮过来，我会过啊，即摆甲加甲看伊即摆医院那甲大种个人咧甲教咱较袂啥歹，即个若讲咧当就业的成功是真好啦。参加的民众表示，过去阮头路拢是写资料等消息。会当先来了解职业的要求，对因来讲嘛较好。就业中心指出，未来会搁找其他的产业来举办，协助企业甲高龄者找到适合的人才甲就业环境。记者林伟霆，家己报道。